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过来摆一日。透早有地动，上界大的进度是伫南澳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澳。真侪地名拢有这字澳，可能一寡人无啥会晓读。这个澳的意思是咧讲，船会当挖靠的天然港，像咱讲澳内，就是湾内、入港内，嘛常常号做地名。像讲苏澳、南方澳啊、澳洲，也有澳门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苏澳，苏澳是咧咱宜兰县的东南边，挖太平洋，是出名苏花公路，也有铁路北回线的起点，嘛是蒋渭水高速公路的终点，是要去东部一定的经过所在。有出名苏澳冷泉。第二个词外澳是火车站的站名，伫咧咱宜兰的头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坐火车过磅空，心情真轻松。先到头城外澳耍一天，再来到苏澳浸冷泉补喙空。尾手坐火车看风景，落车慢宁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澳，另外一个音读做为提供予大家参考。